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济南市京剧院的青年演员，我叫冷雨佳。这次为大家展演的剧目是《法门寺》，希望您能喜欢。就来了哟，奴才我有什么差事啊？手捧状纸，跪在丹池，高声朗诵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的念给太后老佛爷与咱家我听。这念卡是他，你倒是客呀！哟，老爷子，我这不是客着的吗？哎呦，当初在京的时候不带你出来，你是一丝儿的要跟着，到了这儿就这么点的一个事情，你勾着跟我这磨愣子呀！哎呦，您瞧，我又磨愣子了，我又念可呀？是。你哪儿冤不好，你单跑这儿冤来？哪儿那么多说的？是。哎呦，你倒是写真着点，你这可怎么念呢？你这念可是句。句，哎，别句了，再句就不够材料了。不是，老爷子，这头一个字儿啊，念句。我知道念句，往下念。答句，上告状女宋巧娇，求雪不寒原是人。哎，照这个样往下念。答，谢巧娇系美武献学，强生宋国士之女，去自世袭指挥傅鹏为妻，料理一场尚未合锦，忽闻弑夫身遭非祸，赶急查问，且是情由，方知弑夫因定负忧，尚未受职。现已不满，前往各处谢孝，经过双府孙氏门前，无意中失落玉镯一只，被孙玉交失去，是有刘媒婆从旁窥见，借此诓去娇绣鞋一只，令他儿刘彪在大街之上向师傅讹诈，因此二人分斗一处，当经刘公道解劝，并为公允，随即各散。彼时又出孙家庄，鹤夜之间，道上二名一无凶器，二无见证，无故有蒋师傅拿到公堂，一味刑求。暗无天日，师傅乃闻若书生不堪痛楚，只得具行驱诏拘留监狱。谢巧娇一闻此信，惊骇异常，转回家下，并无亲爹，只有亲母一人衰朽卧病。事已情急，仅依法律规定条例，决状上告府求府准提案，寻求不得，却经医学契约而终生命，则现皆之死，永无及矣。见状啊！姑奶奶，您少写点好不好啊？千岁爷请看。真难为你猴崽子把它念下来呀！可说的是嘛，人家孩子才多大儿啊？真隔到什么时辰了？这个
过时了。什么叫做个时啊28.7了。哪有那个时辰呢？太后老佛呀，入了寝宫了，大轿请安呐！大轿请安呐！睡着。哟，天亮了，瞧瞧去吧。嘿，这梅五县呐还没来呢，还绷着呢。嘿，没法子，差事搬个凳伺候着。啊！奉了太爷命，前来投公文。哟，有位公公，还得请个安。这是哪儿的事儿？你这个时候还没来，请公公安。哎，这是怎么话说的呢？请公公安，有害卫生。请公公安。哟呵，好，冯琼子撒尿丑不冷子啊！我说嘿，你是哪儿来的？我是梅武县来的。梅武县？你们知县叫你干什么来呀？投文来了。文呐，在这儿呢。拿过来呀，给您。还得我跟你要？给您。干什么不说什么？拿过来，那边的是，这是有尺寸的地方。往下站，往下站。瞧见你我就有气，瞧你这模样还怪不错的，你什么跟什么呀？哟，改了素事儿了啊！我说嘿。你们知县就把这个交给你了吗？这不是文吗？我这儿知的是文，是文不就得了？得了，快地儿不偷着吃。我说你怎么来的呀？我是打梅武县一步一步走来的。哟，难为你呀一步一步会走来了。老你家扛着腿，给他滚回去！叫我骂你什么好？一块冰壶摔八瓣，你怎么走来的？你什么跟什么人？有请太爷。何事？太爷，我碰了。无用的奴才。瞧您的了。您说这个知县就不对啊！你来了吗？倒是见见我呀！我还有什么难买难卖的吗？你瞧。打发条狗过来找我生这肚子去，这是哪儿的事啊？公呀呵，县太你来了，你刚来呀？
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呀？老爷子早就问下来了，我一直的拿好话给你折磨着啊。多谢公公，说两句好话那不是交朋友是不是？多谢公公，文呐，真是这个文呐，在这里拿过来呀，不用这么处处探探，都当我这个人是交朋友人，最好办事了。日子长了，你就品出来了，你交给我，我递上去，交差就没事了。这有什么呀？这没什么，是不是？这个。好，外甥打灯笼，照旧。贤台，你这个东西都带齐了吗？带齐了，一名不落吗？一名不落。嘿，3天的功夫全带齐了，错过是你，没过2膀底子，有能耐，我真佩服你就结了啊！不是我吓唬你呀。老爷子天没亮，可就问你，我一时的拿好话给你折磨着。多谢公公，说两句好话，那不是交朋友，是不是？贤太，我可是在这儿伺候您半天了。是。这是差事，是应当怎么办？可是一样好县太爷的话了，您还不明白吗？您这个文就是这么个头发吗？不是这样的头发，要怎样的头发呢？怎样的头发啊？那是问你了。我说你这人怎么了？怎么这么不懂交情啊？我拿话领着你，你和我撞糊涂，你为什么？我们为什么呀？你为生而换纱帽，我们跑上跑下跑会双靴子，自个儿花钱买，不是为你活着的。你这人怎么了？怎么这么不懂交情？这太难了！哎呦，你什么跟什么？你这。过来，这里面的银票呢？换成现银了，拿了过来。不是给我的。见财就贪的，有这我也能投得上。滚了下去。您说这个梅五县就不对啊！这我拿话领着他和我撞糊涂，这不是岂有此理吗？够。哎呀，县太，这我拿话怄着你玩呢，你怎么给我弄起这个腐败的事情来了啊？这可不要啊！你趁早拿回。莫非嫌轻吗？嫌轻？哎呦，您要这么一说，那我倒得揣起来了啊！不是我吓唬你，老爷子天没亮可就问你，我一直的拿好话给你折磨着。还算好，这个东西都带齐了，就是你来的这个时候，这个东西，哎呀，晚了些。谁说的？您再睡一觉也来得及呀！我说您吃早点了吗？到我这儿别撑着，别举着，言语一声啊！上房的孩子们呐，县太来了，把我那个冰糖莲子煮的个烂烂的给他吃，炸2块年糕，切2块西瓜啊！慢走，慢走。我就不信你不花，我叫你花你就得花，我看你花不花。